喜乐伫阮的中间，愿你的圣神降临。互今仔日的礼拜是人甲上帝你亲近的礼拜。愿将所有侍奉的同工来交伫你的手中。主耶稣，恳求你用你圣洁的保惠来洗清阮的心思意念，也洗清阮伫即礼拜中间有意无意亏欠上帝你的荣耀，互阮会通带着清洁的心、正直的心，伫上帝你的圣殿内底，正做上帝你的工人，是礼拜的祭司，无论是圣歌队，无论是诗会，无论是诗琴。愿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今仔日的礼拜是引带陪伴人来到你面前的礼拜。愿将阮家己交伫你的手中，诚做活祭，恳求你的圣神甲阮同在，互阮做的工无空空，互阮手所捧的杯，通诚做上帝你活命的杯，互人得到帮助。愿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教会来仰望伫你的手中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安静，陪伴咱的心来做礼拜。
全地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乐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俄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世间情人拢着恬静，天生徛伫伊面前。无你看愈世间俗事，哪项稳定伊相顺？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三甲来吟圣诗65首，为着美丽的地面，请起立吟全首。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灿烂的精神，阮就愿自死以来，所受一切的阻碍。天地上帝咱这声，我乐全无你尊名。为着那神的境地，无论吹日水无边，我怎会往何光景？因为一心就光明。天地上帝阮这声，我乐全无你尊名。为着你来的福气，为着全心的欢喜，使阮无怨通欣赏，有声有影对阮众。天地上帝阮这声，我乐全无你尊名。为着你咱的家庭，兄弟姊妹的母亲，一定地就好朋友，关心看顾个温柔。天地上帝阮这声，我乐全无你尊名。为着阮恩惠，白白相说愿言论，相信稳定甲真情，地上生活甲永生。天地上帝阮这声，我乐全无你尊名。阿门。请咱用四道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撒苏鲁玛利亚出世，伊本州日那岛任来受苦，顶十架死，埋葬落阴府，
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，上天，打一日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共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肉体过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这是咱三甲来启应文第6篇，启应文第6篇，诗篇23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过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，伊予我的灵魂清醒。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你的腿、你的管安慰我，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排洗天色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我的杯满出来，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。我要永远徛伫你腰我的手。阿门。再来吟圣诗397首，397首。耶稣听我知明，请一个吟全首。耶稣听我知明，因为你在你身边，虽然你那是难料，耶稣的救恩的手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。在你圣经，耶稣听我的心，有将天门开到你，我的罪过已洗清，我已洗行入内面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你圣经。耶稣听我三当行，将我生命免惊吓。我若听伊到我尾，伊要带我去天边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你圣经。阿门。咱三甲来祈祷，感谢上帝，今日是新年的第二个礼拜，阮用敬虔的心来到礼拜堂敬拜上帝，也要谢上帝伫旧的一年引带甲带领，无论阮个人的家庭生活、甲教会的共同生活，内面拢看到上帝恩典无限。100年教会的聚会，因为政策的关系，有暂时停止礼拜堂的礼拜，但是开放了后，真紧恢复原来的礼拜，人数、所有的时间甲奉献，影响也真少，真正学了上帝的大权能。111年武汉肺炎的疫情，阁亲像真严重，求主保守台湾，也祝福世界找到新的方法来对抗病毒的方法。今年也是教会设教90周年，教会有侪事工要推动，求主引带阮头前的路站，也有事工甲灵命拢更新进步。这是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摆咧伫上帝面前，求你接纳，祈祷感谢靠主的名，阿门。
赞美，请献歌队。
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。圣经约伯旧约约伯记5章第7节到第9节。约伯记第5章第7节到第9节。总是人出世定着有患难，亲像火枪飞上悬。换做我要求救上帝，将我的事交代上帝，就是行代志大到袂测度，得到行其事算袂了定。搁看一位，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。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，有真的光来入世间，就得救万人。搁看一位，约翰福音第8章12节。第8章12节，耶稣搁甲众人讲：“我是世间的光。对我的人无行伫暗，反倒当要活命的光。正道，人生是本难念的经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姐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耶和华阮的上帝，阮伫圣主日进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伫敬拜时，阮特别将阮一生的事来交伫你的手中。愿你的圣神引带带领，为着你的名，带阮行去的路。对春天到冬天，对年头到年终，对少年到年老。耶和华，你是阮的上帝。阮要敬拜你到代代无尽，主，阮伫你的圣殿要听上帝你家己的话，恳求上帝你的神叫醒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，将你要改变阮生命的感动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赏赐伫有需要的人。恳求主你圣别今仔日的礼拜，毋是干那听讲道，也领圣餐。愿主你，互阮生命的杯得到满满。愿阮亲像历代的正信徒，因会当按上帝耶目的事，对心中讲出感谢的话，讲耶和华的恩典是一世人的久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，互今仔日的礼拜真侪一个领受恩典，得到坚固、勇敢、壮大。为着你的名，伫阮的人生中间征战好的征战，主，阮伫你面前静静听，阿爸天父，请你来到阮的中间，互阮知阮属伫你，阮伫你的面前要听上帝你的话，求你保守，互所有对阮的教导无入到阮的心，无伫阮的心思意念，帮助每一个你的囝儿、查某囝，阮安尼恳求祈祷。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有一个足出名的牧师，若要讲，我嘛真欢喜甲恁介绍。伊是我无缘通亲自听伊上课的老师，但是伊影响我一生足大。伊的名叫做巴特牧师 （Calvert）。伫阮受信仰教育的人。无论我这代、我顶一代，佮心爱少年的一代，因拢知影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影响基督教非常非常的大。伊就是活伫希特勒屠杀犹太人、发起世界大战迄个年代，伊影响足侪人，伊嘛写足侪伟大的著作，所以伊的思想帮助甚至伫监狱内底。互人关伫监狱，遐会失迷的人。伫年老的时，有人问伊讲：“老师，你敢会当甲阮讲，伫你一生到人生最后的时，你敢会当用一句足简单的话甲阮讲，信仰上宝贝是甚物？”
伊笑笑，伊讲：我会当用这首圣诗来表明我一生的信仰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拄则所唱迄条397首。耶稣听我知明，因为记载伫圣经。那虽然将耶稣的听有体上，感谢主。咱有人对你细汉的时阵，就会晓这首诗歌。这个老牧师已经过身啊，伊用这条诗歌来表明，伊讲我一生研究圣经。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这个人是一个极有逻辑思考、极具有信仰哲学训练的人。伊最后倒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亲像一个细汉囡仔，伊将遐足深的、足抽象的信仰的观念，伊甲伊拨一边。所以最后有写一本册，其实毋是册，是伫伊年老最后一摆会出外的演讲，伫美国。伫一个神学研讨会中间，伊所讲的迄个内容，后来互人写做甲伊收集成做一本册，叫做《福音的神学》。就亲像今仔日伊所留互咱即个故事讲，伫我的一生中间上重要就是我知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牧师将即种的信仰，伫恁要个年轻，甲恁讲。愿靠靠着这个咱的信仰的前辈，伊对一生的这种信仰的欢喜，会当甲咱正兄弟姊妹相甲伫地，伫今仔日咱的礼拜中间。因为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约伯记是整个42篇，约伯记是一个足深的圣经旧约内底一本足深的一本册。伊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咧讲起人生甲苦难。苦难甲人生，约伯记伫伊的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中间有讲到4字：人生在世。人活伫这世间，人出世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用这句的圣经，甲咱做伙来进入祈祷，进入思考。你好吗？你感觉人生在世？你感觉幸福吗？你感觉你已经找到你真清楚人生的舞台吗？你敢有真清楚欢喜？你真做上帝的囝儿吗？人生在世，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，因为今仔日这个祈祷会影响你甲我，也盼望这个祈祷会影响你甲你的囡仔，也盼望你的囡仔当将上帝所赏赐世间极其宝贝，就是幸福的人生。放伫恁的家族到代代无尽，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是继续顶礼拜讲无了的题目。顶礼拜牧师甲恁问讲，人要怎样明白上帝美好的旨意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，咱并无一定真注意，嘛真清楚，真敬畏，通遵守上帝所予咱的圣经的教示。顶礼拜咱咧讲起一个基督徒要怎样通过信仰来认识上帝的心思意念，但是伊的背后最要紧就是明白上帝的心思意念了后，要互你的人生才做一个有价值的人生。所以这礼拜牧师要继续这个题目，因为人生是一个无容易的功课，恁同意吗？你讲牧师啊，袂啦，我足快乐的啦。感谢主，你若是一个即种天公仔囝，无咧烦恼天悬天低。感谢上帝，你就照着即种的运势，继续过你即种的欢喜的人生。但是多数的人，人生一个足宝贝的功课，无简单。所以，咱的通俗的话则讲，家家有本啊啦。主啊，我今仔将阮交一个足困难的一个人生的功课，我交伫你的手中，这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但是上帝甲我讲，你的手中有一本足歹读的经，就是困难、苦难，亲像约伯啊，你来交互我，我将圣经甲你的苦难的经、人生的经，甲你夹做伙，啊，你甲变过来，
以前你看到你家己的困难，但是你甲变过来，你看到圣经的福音，或者恁愿意安尼嘛？恁愿意恁的人生是将这个艰难来到上帝的面前讲清楚，然后上帝甲伊甲做伙变过来。你以前看的就是过去我是一个歹命囝，我是一个足孤单的软弱，受尽人生最的苦痛。但是今仔上帝甲我变过来讲，我的宝贝囝，我要甲你三角地地。你就忽然会当亲像代表讲，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呢。伫我的对着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恩赦呢？你用由我的头壳，互我飞满出来，稳定甲慈悲，要的确对我到一世人。听者，上帝将苦难改变做一个智慧甲经历。你愿意今仔圣经帮助你吗？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约伯伫圣经中间，是伫旧约中间，人类的历史中间。互人尊称叫做一个圣人，因为伊伫患难的中间，犹原坚持伊的信心。所以约伯第42篇中间是一个足哲学性，也是讲足存在主义，就是存在。我为什么会拄到这个？是因为我做唔对吗？唔是，因为咱的列祖人类伫上帝创造中间，因为离开上帝，所以亚当所留的咒诅对祖先到子孙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斟酌做祈祷。所以伫今仔日个礼拜，牧师要甲恁分享3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就是人生在世，圣经怎样讲咱的人生？人一生活伫这个世间是不容易的课，但是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亲像大笔。伊讲我一生耶和华的稳定是一世人的久，伊个就是一暝通暝有流目屎，但是安就要欢喜唱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来当亲像大笔，嘛会当亲像圣经中间历代仰望着上帝稳定圣手的人。所以咱继续顶礼拜会祈祷，我要怎样明白上帝伫我一生的旨意？伫我拄着困难的时，我要怎样？耶和华敢有可能伫我拄着危险、艰难、压迫、困苦，伫我对着的面前，甲我摆设恩赦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人伫一生，人出世，人生在世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也愿咱真做一个用智慧的心，用圣性的帮助来思考。我要怎样用我上帝所赏赐我的圣性来面对着我所拄着的困难？而且咱人生拢会拄着艰难，无拄是咱的唔对。是咱生活伫这个环境的中间，这个世间是一个无完全的世间，所以人甲人彼此中间会有真侪的问题。但是咱要怎样？我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甲稳定。来赢过这个问题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人的一生是70岁，勇壮通到80，其中所夸口的是什么？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得时不得时，咱拢举手安尼告别咱的信仰，讲：耶和华是我一生的稳定，耶和华的稳定是一世人的久。无论什么种的情景，我相信。耶和华要赏赐及时的帮助，甲伊的人民恩惠。愿耶和华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带咱一直到咱一生的路尾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今仔第一个祈祷，我要甲咱思考的就是：你伫一生中间，你的人生怎样？我好吗？我应该怎么样才会更好？第二个祈祷，牧师要甲恁做伙想的，就是祈祷，就是从你思考了后。将你家己的一生来甲上帝讲，因为这个约伯伫今仔日个圣经的经文，虽然咱所读的是伫第5章，但是恁若愿意，恁会当读几本；若无，恁上少当读第38章以及42章。耶和华伫风影的中间，伫大风的中间，
来对约伯讲话。伫咱人生的困难，上帝有时无甲咱讲答案，但是上帝会甲咱讲话。伫迄个约伯甲上帝讲话的时，通常上帝拢无予约伯正面的答案，但是上帝用真侪引导的方式问真侪问题，就亲像咱拄着艰难的时阵，咱要怎样用信心属灵的活命，静静问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今日所拄着这个困难，我着怎样？耶稣若是你会安怎做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圣经，咱会通问上帝讲：上帝伫今仔日的圣经，你要甲阮讲什么？第三个祈祷牧师要甲恁做伙想，就是要鼓励咱用祈祷认真，为着你的将来甲你的生活，恭敬祈祷。主，我将我的性命摆伫你的面前。主，今仔日我要领圣餐，我要首先将我手中这个空虚，我要伸出我这个空虚的双手。主，当牧师咧主持今仔日的圣餐的时阵，主啊，求你将你丰盛的杯通过张落，也放伫我空空的手中。兄弟，认真将咱的生命、人生在世，将你的生命认真来仰望，求天父上帝来祝福。这就是今仔日三个祈祷。愿咱首先来读今仔日的圣经。今仔日的圣经第5章第6节到第9节，虽然这段圣经不是约伯所讲的话，但是这是约伯甲一个叫做以利法，伊的好朋友。当约伯拄着艰难的时阵，伊的信仰的同伴兄弟会用真侪上帝的话来考抗，有时约伯听拢袂落去，因为这个人讲的话是责备甲真严苛的话。但这话拢代表是约伯，伊伫这个苦难中间所写出来心灵的信仰个别。所以这段话中间有一个足特别的字，叫做“人出世”，这是白话字的翻译，咱的台湾话的翻译。你若读和合本的圣经，伊应该就是4字：人生在世。兄弟姊妹，你今仔日若咧听讲道，你都要知影，其实你要活咧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最红婴仔出世到今仔日，咱问咱家己，我的一生会怎样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讲人出世拄着困难，这是天经地义，这是一定的。无人出世无困难，红婴仔出世伫喘气拢有困难，对吧？因为伫妈妈的腹肚内底的时阵，咱知影，这个红婴仔母胎的内底，这个囡仔毋免用伊气部喘气，因为伊我靠妈妈甲伊的这个肚脐大，伊甲伊的妈妈结连做伙，伊所需要的营养分甲伊的空气，拢是对妈妈供应互伊。都亲像一个无犯罪的基督徒，咱甲上帝的关系若足好势，咱毋免靠咱家己，咱的生命是伫上帝的圣神的母胎的内底咧成长。但是，一旦人若出世，迄个护士甲即个红婴脚车片拍一下，咱知影第一声会啼哭的声，开始伊的人生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人对出世的时候，第一个拄到的困难就是空气的压力。当世间的空气入人的肺部，人开始自主性咧喘气的时阵，伊就有真侪无适应、无习惯，一个新的生活来开始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这是人生。但是约伯记伊讲一个真要紧三个主题，就是人、我出世，人生在世。第二，世间的情景，无论是好甲歹，这就是上帝所定。第三，我要将我的事，我一生的事，人生在世，我的事，我要来交代。第三项就是交代对象上帝。所以这段圣经有三个真要紧圣经信仰的主题。我怎样？我是什么人？我的将来。人生的事，第二项，我的事；第三，
什么人来掌管我的一生甲我的活命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，咱将咱的性命交伫主的手中。咱甲主讲：主，我既然来到这个世间，我要认真来活。我来到这个世间，我要认真来活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一生的中间，咱会当通过今仔日的圣经，每一摆咱做礼拜，咱就得到智慧。圣经中间有5本册，是有关着真哲学性、哲学性、思考性的册。对第一本就是对约伯记开始，约伯记落去就是诗篇，诗篇搁落去就是箴言，箴言搁落去就是雅歌。总共有5本册，搁传道书即个箴言搁落传道书然后雅歌。后壁3本是所罗门写，第2本诗篇是大卫写，第1本就是今仔咱所读的即个经文约伯。这5本经典伫圣经的中间，咱甲伊称作一个智慧的文学、智慧的圣经。最重要，伊的主题就是咧讲起智慧、人生、人甲上帝。智慧、人生、人甲上帝3项。智慧、人生、人甲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开始咱一生的信仰的路程，特别开始咱的信仰的思考的路程。用感性，又用理性；用感性，又用理性。理性来解释上帝所予咱所有的情绪，将情绪带入上帝圣经智慧真理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个圣经整个42篇，就是约伯伊伫人生中间所留予后代世间人最大的祝福。伊用家己的目屎，亲像主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。约伯用伊的目屎留予后代的世间人，就亲像主耶稣用伊的宝血留予后代的世间人。目屎甲宝血带予后代真大的祝福。只有荣耀的人才会堪得耶十字架。真侪软正的人是袂堪得安尼做。但是上帝予约伯的苦难，伊所拄着侪的情景，生出真水上帝所想出人生在世宝贝的智慧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约伯记最重要就是人伫困难的中间，上帝甲伊讲话。那安尼，这段圣经就要超过3500年左右，3600年来到今仔日，你甲我咱的生活中间。3000几年前，上帝任命这个伊的义人，伊的奴仆约伯，伫个中间甲约伯讨论，约伯并无明白讲到底是为什么要安尼。上帝要约伯亲像将伊的苦难向世间人来做见证。通过伊的经历来讲出上帝的心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如果咱若拄着艰难，检测就是你要将你如何解决问题的这种信仰的态度，教你的囡仔。咱所拄着的困难，有时会成做咱的囡仔将来人生的祝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主题是圣经中间一个上宝贝、足宝贝、足宝贝的一个应允，就是苦难要变做祝福，苦泉要变做甘泉，有无？伫圣经中间咧讲有即个水冲出来，水伫抗旱的沙漠地是苦的，但是上帝怎样是稳定？通过摩西，通过上帝的稳定官兵，伊互伊个苦泉变甘泉。咱的人生嘛是安尼，即个上帝是一个会当改变人的人生中间的欠缺、灾难、困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约伯记第40章第6节、第7节，拄则我有讲，这节甲38章同款，拢有出现。这段圣经的记载讲，耶和华伫风台伫大风的中间来回答约伯。伊讲：你着勇敢亲像勇敢壮胆，你着亲像勇士下药。我问你，你回答我，
即句话意思是安尼，上帝并无讲我甲你讲，无。当即个风台旋风，就亲像人伫人生中间所拄着各种的困难灾厄对敌，所以即个旋风是一个象征性代表，将来后代所有人伫人生中间会拄着大风大影、乌天暗地。上帝并无直接就亲像给约伯标准答案，耶稣嘛常常无予伊的问答标准答案，因为问伊讲：恁讲我是啥物人？世间讲我是啥物人？恁讲我是啥物人？所以上帝嘛亲像安尼，伊甲伊讲：我问你，你回答我。所以搁落去40章的尾啊，上帝讲真侪问题。最主要就是讲，啥物人咱解决这个问题？啥物人咱解决这个问题？当然是我。上帝问约伯，所以伊甲约伯讲：你通指示我。其实这个整个翻译通讲，你都爱回答我。通过我问你的问题，你有一个新的人物、新的标准答案。所以伫忧伤中间，上帝会问咱：你感觉安怎？你想要安怎？所以伫苦难的中间，上帝常常会问讲：你对这样代志你的看法安怎？啊，你决定要安怎？然后上帝会将咱的心切起迄个目屎，互咱看到目屎的头前，原来有微微的光，就是上帝所应允甲愿望。啊，这你相信吗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大笔就是一个人物即种奥妙的人，所以有真侪真特别的诗篇。一首诗篇咱特别作识的，就是诗篇23篇。这段话常常咱的解说无够深入。诗篇第5篇23篇第5节，伊讲：伫我的对敌面前，你甲我摆设筵席。现在你想到的是一个什么种的影片的图像？就是咧烧战啊，亲像歌利亚甲即个以色列人咧相杀的时候，有无？伫我对敌的面前，咱常常想到就是这种的场景，这种的画面。但是这个对敌这个字本身，伊的意思就是伫一个生命的关口，伊讲压迫迄个字本身就是 narrow， 愈来愈矮，愈来愈矮，就亲像我的人生愈行愈无路，有真侪捆绑阻挡。其实伊泛指就是讲，伊基本上就是咧表明伫人生中间所拄着各种的困难啊。所以对这个对敌，毋是伫这个小台的对敌，伊是咧讲伫人生中间，互你的人生愈来愈无路通行，这个压迫，这个捆绑甲阻挡。所以伫这种的艰难中间，我的上帝要甲我摆设祝福，就亲像圣餐。这个宴席伫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国宴啦。我阁讲一解，恁注意听吼。上帝伫咱拄着人生的中间，伊要甲咱摆设一个是国宴。无论是要出去征战的国宴，还是讲征战都要凯旋的国宴，伊遮尔慎重。所以代表咧讲的这句话有真深的含义，就是讲，当我伫人生的艰难的中间，上帝就亲像伊养饲迄个以利亚，伊伫患难的中间，天使叫伊讲起来，这要走的路途遥远，有无？上帝伫迄个拄着艰难的以利亚，这个困难的中间，上帝天使互伊伫山洞的内底叫醒起来，赏赐伊属灵的恩赐，然后伊起来行40天，直到耶和华的山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圣经一个故事一个故事，无同款的情景，其实拢咧讲同款。上帝怎样伫人的困难中间来做有变？你愿意你的一生有恩惠甲自爱，充满你的人生吗？当然要啊！有啥物人无爱？梁牧师，阮来找耶稣，目的就是安尼啦。是，所以亲爱的姊妹，咱通来到上帝施恩座前。会记得，当你伸出空的双手的时，你甲上帝讨讲，主求你将福杯、满满的杯、稳定的油，我伫我的头壳顶。
愿天父上帝所显示咱今所读新约旧约，佮有金句启示录，毋是启示录，启应文。所以啊，姊妹，咱的礼拜中间，无论是圣诗、启应文、新约旧约的读经以及金句，逐礼拜一定是环环相扣。所有遮所读所念的诗，拢是即礼拜中间的真要紧的咱的祈祷的主题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我要把这本经，这个苦经改做圣经，那这好唔好？主啊，我要将我人生的苦经扣掉啊，改变做福音的圣经，圣经的福音，好唔好？咱信耶稣就是这种的经历啦。咱若无安尼，咱要创啥？所以有一本册，恁若爱看，恁会当买来看。伊是我捌甲恁介绍一个叫做卢云，这个神父，伊晚年拄着躁郁症，不是躁郁症，忧郁症。伊晚年的中间，伊拄着真侪精神上的这种的情景。伫伊的困苦的中间，后来上帝讨帮，互伊重新搁活起来时，伊写一本册。伊讲上帝将我哀哭变为跳舞 ，Turn my murmuring into dancing。伫苦难的中间看见愿望，伫忧伤的中间看见愿望，足水足水。其实这本册的册名，互我想到改变。一树必有哭泣。来咧，阿门。林比牧师更加好啊，林比牧师更加记条圣经。牧师到这个年纪有当时有写过，但是向人讲头前一句，后壁迄句会煞空白。主帮助咱，上帝话永远无空白。主帮助咱，所以第二个祈祷，我要甲咱兄弟姊妹邀请，咱做伙来经历上帝，咱带咱的囡仔来经历上帝。伫咱人生中间所拄着的艰难的经历，将你人生的事来甲上帝讲，就亲像拄则咱所读的两段圣经，约伯记第5章以及约伯记第40章，上帝伫疾风当中，伫这个飓风当中，伫这个台风当中。上帝伫人生的中间大风大影，上帝对约伯讲话：我问你，你回答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允准咱问伊问题，上帝嘛会问咱问题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找上帝。昨我伫查经班中间有讲到昨足特别的我的感触。昨暗要食晚餐之前，有接到一通电话，有一个过去伫咱教会出入，伫咱的课后辅导的一个囡仔，伊忽然做一个梦，伫梦了伊就卡来，我接到，牧师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，足快乐，我足欢喜听到。伫咱教会大汉的，毋是咱遮主要的囡仔尔，就是包括咱的白天晚上所有每一个孩子。这个囡仔讲：“牧师，我想要找陈牧师。”我就把电话接给陈牧师，然后陈牧师听了，甲我分享，原来这个囡仔伫梦中梦到陈牧师，他梦到了，好像孩子梦到了自己的妈妈，伊就打电话倒来甲陈牧师讲的。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快乐的代志。我们曾经一起成长。我们的关系就充满了爱，兄弟姊妹，你偌久无打电话给上帝啊？杨牧师啊，上帝也无咧用电话啊。你偌久无祈祷？有啊，牧师，我逐日拢咧祈祷。你安怎祈祷？咱教会有一个足可爱的连启信。伊足够甲爸爸安尼有足特别的迄个足特别互动。有一日伊无爱倒去厝，下晡礼拜了，爸爸来要带伊，伊都咧啉果汁。我听讲的，我无看到。这个果汁摕咧啉，看到爸爸来了，伊摕这个果汁，然后闭安尼，把这个果汁摕掉了，甲爸爸闭安尼。恁看有这动作吗？
兄弟姊妹，你愿意甲上帝比安尼吗？上帝我爱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是真的，咱的信仰是足生活的，将咱的事来甲上帝讲。上帝是绝对、绝对、绝对咱的帮衬，上帝是绝对、绝对、绝对咱的倚靠。愿天父上帝帮衬咱，伫咱中间有人健康，有人无健康。上帝照顾你甲我，咱今仔日做伙做礼拜，但是上帝嘛照顾迄个长大条脑筋，规个头壳拢总血，然后医生佫爱甲骨佫摕掉。好好将遐血水吸起来。黄宏仁，伊会即礼拜打电话甲牧师讲，牧师你代替我，甲教会兄弟姊妹多谢。有真侪人伫医受治疗云机到耳机，有真侪天使伫伊的背后替伊祈祷甲帮助。宏仁的状况超乎想象，有改善。所以伊也有可能做复健，所以伫即礼拜拜四，伊会要甲伊转到园林一间复健中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无论健康无健康，咱的上帝拢是咱的帮助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经第2个主题讲：我将我的事交代上帝。或者今仔日的圣经就是要鼓励咱。请做一个常常祈祷、信靠上帝、常常祈祷的行志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即个上帝讲：上帝，你是成就代志，你是成就大事，大到袂通测度，其数算袂了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经历着上帝。咱的上帝是一个真国话，咱的上帝是一个。伫人袂话，但是上帝伊会成就，你相信吗？愿咱伫上帝面前，咱讲：主啊，我的信无够，你帮助我，互我慢慢经历。所以今仔日遮的圣经一直到即个回到圣经的时阵，互我想到大卫有一个吐气，兄弟，咱是吐苦涩，还是？欢喜的吐气，伫咱的人生有2种的赞叹，一种的是真辛苦，咱就唱口调啊；但是另外一种是懊恼甲赞叹。大卫本身是一个真熬懊恼上帝的人，愿咱看伊写伫诗篇第16篇，伊讲：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徛起。伫上帝的面前，我得到满足的喜乐。伫上帝的正手，我得到永远的福气。兄弟姊妹，背起来，常常宣告，常常宣告。耶稣摕5块饼2尾鱼，伊夹啊往天祝谢，迄个祝谢就是一个宣告。伊祝谢这个生命，要对忧伤变欢喜，对忧伤变跳舞。所以，当咱伫上帝面前的宣告，上帝将伊改变。愿咱伫主的面前。咱亲像大卫，伊伫伊的诗篇30篇中间，伊讲到一句话：我的上帝的恩典是我一生的恩典。阿们吗？咱甲上帝讲：上帝我知，但是我要真正得到。上帝我知圣经的应允，但是我要真正得到。兄弟姊妹，毋是牧师有能力通互人，毋是。讲话甲听的拢平平得到祝福，你捌听过这种的祈祷吗？师会常常的祈祷，讲互讲话听的得到祝福，包括牧师，当伊要讲道的真正的祈祷，讲我要讲互人听，但是我嘛要得到，愿听到的人嘛得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诗篇30篇中间所讲的这种的关系，就是一个老爸互囝的关系，老爸为着囡仔所备办的祝福。所以伫这个所在讲，一树虽然有哭泣，早晨必欢呼。同眉提靠，伊讲同眉提靠，日时就要欢喜快乐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应允的话超过时空，
伫2600年的咱会当得到上帝。最后要结束进前，牧师要鼓励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莫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，咱认真面对你家己上帝所赏赐你。所以每一摆生日的时候，牧师拢会安尼祈祷讲：求主赏赐我智慧的心，互我算数我的年日。恁会记得无？这就是代表的祈祷。主啊，求你赏赐我智慧的心，互我会当算数我家己的年日。认真面对你的一生，毋免惊困难，因为困难的时刻，咱要看到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经新约有2段，伊拢讲到生命真光。耶稣讲：我就是世间的光，既然就近我的人，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。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，伊讲：有真的光来到世间，得救万人。有真的光来到世间，得救万人。你会当甲伊改变安尼？伊讲有真的光来到我的生命中，得光照我。你会当将这个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安尼改变做你的祈祷。有真的光就是指耶稣基督，耶稣就是这个世间的光，伊要进入我的生命中，要进入我的家庭中间。伊来照我所有的家族甲我的亲人，阿免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伊讲，既然属于上帝的囝儿，因的生命就要得到光，因的一生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。兄弟，跋倒无可怕，上重要，伫跋倒的中间，咱的态度怎样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伫上帝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求你带我，互我脱离黑暗。因为耶稣就是人伫困难的情境中间的帮助者，所以耶稣就是咱的大牧者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耶稣讲：我就是真理、活命甲道路。我就是真理、活命甲道路。现在这3项代志，是咱认真面对。你的人生在世3个真要紧的功课。人生在世，真理算什么？道路算什么？活命算什么？时间的缘故，牧师就先甲恁分享到这。愿圣神带恁，成做一个捌上帝心意的基督徒。愿上帝祝福咱伫新的一年，对年头到年底。咱慢慢，一喙，一步，咱来行幸福的路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我要将阮的心门用你来拍开。主，伫你圣神的带领。圣经的话讲照，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心门向你拍开。伫这个心门的内面，有真正的我。主，人生在世，这是今仔日礼拜中，我要对你问生命的问题。主，我嘛要伫你的面前，真坦然将我人生在世所拄着，这时刻我所拄着的情景，我要伫你的面前诚实徛伫你的面前。邀我求你怜悯每一个向你拍开心门的阮的兄弟姊妹，改变阮的生命。首先对阮的灵魂，对阮的思想，然后赏赐阮得胜的开展。阮伫你的面前安尼决志，恭敬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
请咱吟215首耶稣身躯替咱钉死，请起立吟全首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传者，三甲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讲：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，我要进入就近因，来甲因啉食，因也要甲我食。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。请注意来听，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要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受卖迄暝，有摕饼祝谢讲，这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又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恁着用安尼来纪念我。逐摆咱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。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你的百姓，你的囝儿，聚集伫你的圣殿，就亲像细囝倒会到老爸的厝。我们恳求主，你伫阮一生所拄着的艰难。欠缺，甲阮摆设属灵的恩赦。阮有照主耶稣基督，阮的主所吩咐交代，阮设立这个圣餐来纪念主耶稣为着世间人所成就的救恩。阮恳求主你对天灵来到阮中间，你圣别摆咧伫你面前这个饼甲葡萄汁。你互这个饼成做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你互这个葡萄汁成做主耶稣的宝血，你互这个圣礼典成做新约，互人伫你的内面生命得到改变换新，旧的代志拢成过去，一切拢成做新的。愿恳求你圣别这个饼甲葡萄汁，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：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
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饼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耶稣讲：“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”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来，请手结长老甲英红长老来旁边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。所听的弟姊妹，咱安静谦卑祈祷，咱要领受主耶稣所赏赐伊的活命，咱恭敬伫伊的面前。咱虽然未看见，但是当咱要搁做罪人的时，咱的主耶稣已经为咱死伫十字架顶悬。咱虽然未看见，但是主耶稣用伊的宝血接纳咱，重新成做上帝的囝子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。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耶稣讲，这个饼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了后，伊佫讲，这个杯就是我的宝血。这个饼甲葡萄汁，要成做新约的记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。这个饼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伫阮要搁做罪人的时，你为阮钉死伫十字架顶悬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会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同齐来领受。逐摆咱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伫甲伊过来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恁着用安尼来纪念我。来，请周吉长老甲英红长老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。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今后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成做新创造的人。主耶稣，阮手捧你的杯，我要领受你羊羔的宝血。主耶稣，阮手捧
这个杯，阮对你讲，你为阮死，阮要为你来活。这时候，阮伫你的面前，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，伊是信仰。今仔啉这个杯，人就要真侪新的活命，旧的代志拢要真过去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信仰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代表信仰，是主耶稣的宝血所设立的。这个杯代表信仰，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这个杯代表信仰，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。这个杯代表信仰，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。咱同齐来领受。逐摆咱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，咱同心来感谢。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你极大的慈爱。阮领受你的圣餐，是阮灵魂的食物。你阁互阮明白，你疼惜阮，也知影，阮是你圣经奥妙身躯的肢体，就是受祝福、忠实的信徒，是永远国度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家己，互你的事，恳求你接纳阮，率用慈悲扶持帮赞，互阮会通持续甲你圣洁的交通，对担直到永世代无尽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用感谢的心，咱准备来奉献。
请坐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要来用祈祷来互相集体沟通，来用这条诗歌来做咱共同的祈祷。我要请咱特别纪念三个人，第一人就是素贞姐妹，潘素贞姐妹。伊伫伊的身躯愈来愈衰烂，所以伊已经无法度单独生活。伊的查某囝有甲伊接去台中，咱为着潘素贞姐妹，伊还佫咧参加咱的查经班，伊还佫伫咱的赖族群中间，但是伊的身躯真正有气力无够。第二，咱为着黄宏仁兄弟伊的复原，这是一条真长的路，咱为着因的家庭来祈祷，咱求天父上帝帮助黄宏仁兄弟。第三，咱伫去年的圣诞节12月12，阿嬷就是郭姨的阿嬷，这个郭陈秀霞阿嬷伊迄礼拜来洗礼的时阵是伊精神算上好的时，伊90岁。即摆身躯有一点仔体力上较无遐好势，咱会求天父上帝帮助伊，也帮助所有咱的年长的长辈，伫咱年长的年纪中间，每一天拢有健康的身躯，每一天拢有上帝稳定甲快乐。咱用这条诗歌，为着咱所少年的人，咱伫心中为因来甲上帝讲。主愿纪念伫阮中间身躯欠安的人，阮嘛为着庄人去，为着詹大兄，阮为着潘素贞姐妹，阮嘛为着黄宏仁兄弟，阮嘛为着过丹秀霞阿嬷，阮恳求天父上帝你怜悯，因为阮是土粉所做的器躯。阮的身躯有时会有软弱，会有病痛，但是天父上帝，你是阮的依靠。阮深深相信你是一个听人祈祷的上帝。阮感谢学了你，你的稳定教导阮用，所以阮互相来祷的时，愿主你的听进入阮教会每一个年长的长辈。年长的士大人，阮恳求你甲张成这顺牛三甲对地，甲本入长老牛三甲对地，甲张长老三甲对地，甲杨雪长老三甲对地。所以甲每一个阮年长的单汉姊妹，佮有所有的这年长的兄弟姊妹，所以你的听，真是因的来。阮为着已经渐渐恢复的刘老师学到你的名，阮看见上帝你予伊伫新的一年有更较加添的快乐。阮要宣告，伫新的一年中间，阮所有的兄弟姊妹拢要力上加力，稳上加稳。主你的稳定要予阮真做一个勇敢壮大、佮大大有健康快乐的人。主愿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会中。无有一个人是软弱软正，愿主你加添，互阮伫你的面前，真侪有关联快乐同在。你的国灵教，伫阮每一个人亲像伫天灵同款。主你的听，有医治的权柄；主你的听，有扶持的快乐。所以，唱这条诗歌，愿宣告主耶稣的听要真侪普世。伫全世界所有孤单、软正、欠缺的人，因得到帮助。主耶稣，你的门往人拍开，你的听遍满全地。主，你拯救这个世间脱离黑暗的关系。主，用你的真光来光照这个世间。世间人行去的路，
是你的罪过，耶稣的名。兄弟姊妹，愿主耶稣伫新的一年，赐给恁真侪爱的小天使。愿主耶稣互咱真侪伊疼的记号，将伊的疼传互咱，特别对亲人开始。过一年老师足特别，伊是因全家上早生的，后来伊的妈妈，佮后来伊的阿妈。上帝祝福恁全家，嘛祝福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耶稣的疼甲咱三个地定。后礼拜是咱的会员大会所以你若是在职的会员，请你会记得，爱伫咱的赖族群甲牧师请假，甲教会请假，或者你伫咱的公告的名单顶悬，你会在遮请假咱就当帮助咱的教会伫后礼拜的会员好会，袂因为出席无够来流会这是咱的责任，嘛是咱的义务，因为咱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约瑟长老，你的名无写伫遐，但是你的名写伫阮的心内，甲上帝手中所以这是上帝教会有形无形，咱拢属伫这个教会。耶稣听恁。即时我来报告，咱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，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教礼拜堂祈祷会，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，青少客伫7点半伫教育馆。查经班7点半伫教育馆2楼。下周的聚会，陈英宏长老领诗暂情司琴陈美秀执事，书宪庄宏仁房间执事，交台第一组。新安宫的读经表咱照安尼家己领收。集体交通，2022年第一届圣餐甲主同齐宴谢，享基督圣宴，愿圣羊羔保惠耶查理。第二，教会年度主题：传承上帝国，塑造新特殊。第三，1月16日会员好会，请未当参加的兄弟在职会员，请会记咧请假，名单公布伫后壁面。请咱为以下遮个生日的兄弟代祷。奉献报告，咱若有啥物出入答应过节人员欢迎。代祷事项：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祈祷；第二，咱为身体欠安的兄弟甲年长的长辈的健康代祷；第三，为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祈祷；第四，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代祷；第五，为姊妹教会代祷护灵集集得过打亚。来吟上言512首。咱来为生日的人祈祷，就是牧师无。
就是小事圣心互因造成一个世界关系，每一日拢向做轨迹，互上帝你欢喜。每一日拢真侪祝福人的日子，主耶稣，愿你的圣心在三个地方，互因稳上高稳继续行。我伫你面前感谢主你，多我的所信。生日快乐！哎呀，我不是说生日快乐，哦，咱大家也快点祝福，这礼拜吼，大家拢甲陈牧师生日快乐。上小祝哈，你今日搞一顿。这是咱诶，是着咱拢真较无，哦，咱拢真较无，伫礼拜日的这个生日的仪式。大礼请谢，请谢会。听我的爸，感谢你，伫34年前引带阮来这场教会服侍你。伫即34年中间，阮享受甲会友共同成长的喜乐、平安。阮感谢主，手术张牧师有聪明、智慧、健康，甲有人捌主的敏感来引带顾守阮。恳求主引带阮头前的路站，互阮的服侍会当荣耀主的名，小使阮健康、平安，有属主的智慧，来引带这场教会的兄弟姊妹，按阮设教100周年来进行。恳求主祝福甲引带，我咱的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今年是咱满90岁生日，所以咱有一个12个目标叫做迈向100。哦，咱搁对后礼拜开始，咱就正式起跑，咱有3年的祈祷。哦，咱盼望咱的教会伫100岁的时，咱有搁较上帝搁较济平安甲延续甲咱生活。旧年底有一个大家教授带几项生来做田野调查，因为因20年前，因捌做过，我毋知啥啦，大家教会当做古迹教会吼，咱了做就是古迹，就是伊就是得分享算一个地标，所以中国内有一寡即个公共的建筑，甲主要建筑。20年前另外一个即个教授因做，因最终讲20年后，即个历史建筑物到底有啥物改变？哦，虽然的教会愈来愈水呢，哦，遐尼聪明，佫会晓把新的旧的放做伙安尼，有新的佫有旧的安尼，吼，这是咱的教会，咱的教会有新的会友，有旧的会友，所以我甲咱报告，尽量来袂干，无特别的主动，后礼拜咱做个起跑，吼，咱做个用礼拜做开始，对安尼开始，咱盼望咱的教会迄个上是一个10年的即个真正个长跑。咱有啥事话报告，啥事报告？报告了吼，无咱来吟上个诗。咱来吟上行512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
心内，三位一体，甲咱相通，一时到万世代，一时到万世代。愿咱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灭道必会。